也我实在先行人，我唔讲是啥物人咧讲，啊，所以咱就是实在先行人，咱讲咧讲叫啥人咧讲，所以呢，即嘛，咱大家拢有这份责任，唔是啥物人咧担这份责任，咱大家来担。看真正有咱摇性会当发扬光大，这是咱每一个世界人起码的责任。所以，咱一定要以德经贸边界。我们要回去，他们要回去，不要我们要回去，让他们在这里流浪。那么这里嘛，那我打这里啊，卖完大家流动呢，以心为镜呢，以心为镜，所以很重要。这一番的心情就是儒家，儒家应该爱做，咱正是儒家的工，儒家的应用，儒家的应用。所以，是安怎儒家的应用，啊，讲儒家儒家的心情，因为咱即摆就是选择各宗教的优点，10万教义一本，达教的重点的落去咱起来做，看咱会当别笑人，别笑干路，竞争一步的。唔通过去照过去，该改变的该改进的，这是咱每一个人所谓对生活的讲，也就是不断自我尊重生产，以消除舒心莫慢的人生经验，人生经验。所以平常咧讲，这个就是对生活的功夫啊，对生活的功夫。修理家己，修理家己，甚至把你比我好做，也不断自我尊重生产。咱伫这个过程不断自我尊重生产，趁钱上班这是一定的，这都不会讲。但是有的时阵，咱一定要不断自我生产，精准现在的生活。有三面镜，你照家己啊！伊若讲我这三面镜，伊我当当然无无。伊讲为人我不中哦，不靠朋友靠就不行，从不行。我这三性呢，我这三性，摆伫学是第种呢，摆伫学是第种。若无三性，咱需要三性呢，咱需要三性。因为咱是个好个性命啊，咱是个好性命。咱哪是个性情性命呢？咱哪个性命呢？所以呢，咱爱不断的自我尊重，保存咱的优秀，不再来发扬光大，不再来反省，不再来观察，自我尊重生产，来消除我的私心魔慢。我有思想无，我有台湾无。为了思想阻挡咱的行事，为了台湾阻挡咱的基础，所以呢，咱来了解，所以咱若安尼，咱若消除咱的思想，甲我慢咱的人生。我控制账单3万不一样，控制了3万不一样。有时候也定还是1000不行，有额的工人做的定还是1000不行，这个要幸福的，所以我们还是朝他看齐。一是和善，一是和顺德，伊讲顺德嘛善的嘛，我嘛善的嘛。圣灵，但咱来个感恩主嘛善的，实在讲咱真拢比感恩主较有影，但是咱用所记者该是有限性的感恩，所记得这拢是有限性的感恩，无限价值各家安吉，名誉起。
伊若要回来头一年间，差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所以咱若拄着咱的祖先，咱的时代要回来，咱赶紧叫较一个钱，来边个站住，来边个站住，来边个念三宝，来边个念三宝，袂牵手，袂牵脚，袂摸头壳，规身躯都交往交着，赶紧来。 哦，开心啊，开心啊！哦，这真正代志，这真正，这是我学到我的经验啦，我的经验。啊，我得讲个真正教我的微信啦，嘛不要紧，我你老公微信嘛不要紧啦。哦，这我是我家己经验，互伊的心安，伊心若安，这个时阵，伊迄个烦恼忧伤这个。 伊养起，行，今晚咱们这个样子，啊，我看叫咱来面来练武，来站着，啊，来练武来站着，我手就甲牵着，我就甲讲头壳，我就甲讲面面，我甲讲身躯面，啊，提爸爸妈妈，哦，我迄个烦恼，你甲讲他哪里没烦恼？你即摆要转西方哪里没烦恼？哦，要不然你的身躯面甲你保护。 你过去做咱就无能力，啊，阮的朋友拢咱朋友，拢无能力。哦，你若转去阮人人生，互伊来安静，安静。当然，活我时阵，咱一定爱听东西。朋友成就，互相见道先道，朋友当中互相讨论，使咱道理能发扬光大。大家嘛勉起我杂。 大家以明白的心来相处，诚诚实实来做人，安尼拢是小教开启。哦，咱的囡仔，咱的家庭，咱的家族，大家拢来咱道中长大保护，长大修持，长大练习，啊，互大家心情嘛，落去就唔捌，唔捌卖甲过一步做一步，嘛是对吧？哦，咱对于关系，哦，那么安尼呢，同心的心嘛。 对少年人、对囡仔关心大，安上啊，拢一上啊拢一样，所以有法子对伊内心出来，安然明德家，实在讲，伊心所讲的就是真话，伊所了解的就是道理嘛，拢有什么问题？所以呢，今晚咱可以好好讲啊。 先关系是无关系，该替天道属于先三家性的事情。如果丢机器车主将机，爱在性的时候，不计公义公义，不计富贵，注意哦。公义是是往前过的，先来看伊，啊，佮尾你来看新闻。主路下载不对，甘愿下新闻。 下身不对，这个下载不对，这个下身不对，下载不对，那个下身不对，下身不对，要么看不出新闻面啊，所以你讲好关心。但是因三个人出发点，应该虽然无相像，但是拢达到你啊，该替天无私的心，三者性的指导，三个人有性概念的指导。如果有丢机器车，各有丢机器车。 所以，因的所有心，拢由宇宙的气场拢做。天无生之地，地有在之地。眼主呢，原本话相互契合；主路呢，愿意求义，或者愿起码以天地不用讲，别自己话，只让宇宙的情怀。通过主乐者安置小教孩子，乐者安置没有心之小教孩子，只让是宇宙的情怀。所以呢，这种是宇宙气场，这种艺术叫做圣人之道。不计讲，因为咧讲无，毋过有讲无讲讲。不求富贵，因为咧求富贵无求富贵。本主是有道不有名啊，就无咧求富贵。但是富贵主不求富贵以自然，
因为较实袂换，讲义无私，伊一切都方面伫讲的，无一点的私心，义无全部，所以讲大家知，2000多年来，咱还要念念过，因为行持啊，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智慧，会足够的方面，足够方面啊。主啊，义无方面的一个机会出现者，讲主边讲来讲。 叫咱就爱真正改过，讲遐济啊，讲遐济，叫咱真正来改过。改过一定有心，真正有心改过，毋是干随便改过，内心改过。爱类自相，类自相，天理道真用。天理就是咱的人心，真用就是咱的人心。爱真正天理的道真用。所以讲主要就是相，相是所相内面的相呀。 哦，但是用这个相，就是表示讲，你一定要用你的良心，顾你的心，顾家己啊，袂使顾你啊。义啊，伊这句义是一个简单，唔捌看，从来不讲。我见仁见义个，我唔捌看到讲家己看到的过程，啊，家己会家己顾家己的人，哦，但是就感觉讲。 虽然天堂回去的人还是人死，回去的人还是人死，所以是一句足不得已的感叹。所以呢，这句话是老完全相反的。叫咱讲爱安怎安怎，所以讲主边的咱世间爱低个人间，拢是低个不该咱听代志，要大国家才能等住，有够可怜可怜。是。 人不怕苦，人不怕有过失，因为咱人来这宇宙是当中看到，宇宙是阴阳是大条，咱无亲情便真勇敢，咱无亲情真勇敢，咱无立场，甚至嘛无三方，咱家己通。所以咱无法度人透视，敢若有歹拄啊这个一个有歹拄啊，所以咱无法度人了解，哦，无法度了解这个就是咱的过程。 所以唔通听过错，只怕不能改，就是惊伊错错唔通改，错唔通改。但必须有悔悟之心，咱要悔悟、反悔反悔忏悔的心，有悔悟的心，然后才会改正的。你有家己有感觉惭愧，有家己变小，有家己唔对，你家己再想要改过。悔悟之心清澈，然。 这然后呢，你这改过的行为大有用命，你家己变小，你改过，才有决心，才有信心。你若感觉讲袂要紧，小我唔对，我要紧安尼惨，安尼改过。你的问题是讲讲到足大，小我过错，你也是感觉讲足大安尼你哪改过？安尼你哪都唔改过？你问讲这小我代志袂要紧，就看摆唔对。 所以我想讲，老毕伫对上突破可能真正是社会，老改志，有你消费的问题，有你新鲜，有你有你或者有你生效的问题，有你无效的问题。忙于小生意，也唔小不要紧。人讲一句话，泰山人生之代，都爱讲到世人人生严谨。 点小善心大事，小恶心大过，细汉的头发大汉的头开过，这是小代志这是过去咱思想上教咱的一斤一寸有别人计，你手拍啊，手若拍了后，到等头安尼行，你成变相，以后拢是变相。所以我较久教一句话，手拍了后，到大点啊。 到广播电台，讲嘛无人啊，恁后生进来咱义勇咱也去强调来讲，先互你来一个。伊讲这我想要处理对，所以也处理所以本章讲主用类自相无疑，有真深的意思，真正意思。相字本来是诉相于公平的意思，现在少人上接家己的过程，
到幸福才叫巴忧，才叫巴忧。哦，在内心的深处，上述家己的过世的人，也是如此啊。必求完全因住过世，然后才肯停止上学。我健康就到时，彻底解决路顶的经济。这个上字啊，这特别，这个上字特别。你讲袂爱讲袂爱讲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上字就是素上一用，伫讲起，伫法律方面一用的。现在呢，控制摕来上职家己的过程，哦，所以所有素上的人呢，一切拢是爱素上的嘢，伊当要帮伊有对，伊当要用。如果在内心深处的上职家己的过程，迄人嘛是该安尼。无安尼呢，你会过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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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必须完全进入过程，然后才停止上学。咱必须要完全解除，完全解除，唔单解除，这个讲一句话，哦，讲啊，斩草不除根，风吹风吹不息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来头，春熟冬嘛，春熟生嘛，春风来呢，就透就温暖的气，气即摆，迄个草地啊，就环境，哦，所以呢，斩草就来根，所以咱人呢，完全来因咱的过世，咱才停止思想，所以可见控制甲咱人彻底解决，用钱呢，并且不是普通用的。真实实在在的这样重要。是吧？熟悉之业，六中是报价，报价嘛。这公主，一家比这公鸭的条件，甲咱点一个结论，点一个。今仔日咱无法度，人转去，咱有关系，人讲，咱袂安怎，这有关系呢？无迄个无关系就变成安尼，哦，因为如果到宇宙当中呢，叫规个就足少，生理机器者人真少。当控制伊就伊甲控制生理机器者，伊讲我为生理机器者，好方面理由。我毋是生来就知影，我是认真研究，追求过去历代圣人生了为由外遐的过程，为由外遐的完成，为由外遐的卡业，顺伊个卡业，顺伊个完成，顺伊个完成物件。这台我爱。做事条顺，变中义。我是跟随了条顺的，照温龙武王发一物件。对。我今仔日教今仔日成绩，这是控制在心。所以一家熟悉之业，一定中心好食。熟悉之业就是讲一个足小的长征，很快啦。哦，今仔来讲就是讲呢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中心，拢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拢有。亲像讲话呢，亲像说准如来，哦，伫啥物树啊，伫倒时阵，太阳时阵去，但到众生，你有如来德性，哦，教伊相信，一定。